在人际关系的交织下，每个人都与周围的世界产生联系，而这些联系的本质却有着明显的区别。有些关系源自血缘，从出生的那一刻便已注定；有些则因婚姻而产生，并非天生，但却与家庭紧密相连。也有一些因共同的利益而结合，彼此合作却未必深交。而最为难得的，则是那种建立在心灵默契上的情谊，血脉相连的关系，不需选择，天生便注定了彼此的联系。父母、子女、祖孙、兄弟姊妹，这些关系自个体诞生便已存在，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迁，这层关系始终不会消失。亲属之间的情感，或许会因个性差异而有所起伏，却难以割舍。即便偶尔出现矛盾与摩擦，血缘带来的联系仍然牢不可破，因为这是一种最深刻的羁绊。然而，亲情虽然源于天生，但却需要经营与维护。若彼此之间缺乏关心与交流，即便血浓于水，也可能变得生疏。相较于亲属，因婚姻而产生的联系则带有选择性。伴侣的家人并非原生亲属，却因婚姻关系而成为彼此的家人。这种关系虽然没有血缘，但因家庭的结合，使彼此有了更深的联系。姻亲关系的稳定性往往取决于婚姻的状态。若婚姻圆满，这层关系便能够维持和谐；若夫妻之间出现裂痕，那么这些由婚姻带来的关系也可能变得疏远甚至断裂。姑父、舅妈、姨丈这些称谓，便是婚姻关系所带来的亲属扩展。他们与我们的血缘无关，却在家族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。在传统文化中，这些姻亲关系也受到重视，彼此之间的相处决定了家庭的和谐程度。与亲戚关系不同，朋友关系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。有些朋友因为职业相似而结识，有些则因共同的兴趣而来到彼此身边。然而，这种关系的本质往往是基于利益的交换，因此，朋友的数量可以很多，却不一定都能够称之为知己。利益相同的人，往往因为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，彼此合作，互惠互利。但当利益发生变化时，这层关系也可能迅速消散。正因如此，在社交场合，我们常听到高朋满座，却不曾听过高友满座，因为朋友可以是短暂的，而真正的友谊则需要更深层次的连结。若只是表面上的来往，那么这种朋友关系或许不过是逢场作戏，并无真正的情感维系。唯有那些超越利益考量，能够推心置腹、坦诚相待的人，才能称之为知己。知己不同于普通朋友，这种关系的基础不是外在条件，而是心灵的共鸣。能够真正理解彼此，不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。真正的友谊，不因时间或距离而消退，即便多年未见，当再次相聚时，仍然能够毫无可爱的交谈。这样的朋友或许数量不多，但却极其珍贵。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结识了无数的朋友，但能够称之为知己的人却寥寥无几。因为真正的朋友，并非因为利益而结合，而是发自内心的信任与认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关系或许只是流于表面，当环境变迁，利益不再一致时，这些所谓的朋友便会悄然离去。而那些真正的知己，即便在困难时刻，仍然愿意伸出援手，这便是友谊的可贵之处。人生旅途中，每个人都会经历无数次的相逢与离别，有些人陪伴我们走过短暂的时光，有些人则会成为生命中的支柱。而如何经营这些关系，则取决于彼此的珍惜与经营。亲属之间的联系来自血缘，姻亲关系则由婚姻建立。朋友可能是利益的结合，而知己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感羁绊。懂得区分这些不同的关系，才能在生活中把握好彼此的距离。亲情需要维护，姻亲关系需要尊重。朋友可以广交，但真正的知己却是无法强求的。唯有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，才值得珍惜与拥有。